艺人大概是因为流感来死亡，造成民众惊吓。最近有人伫咧网络顶头乱假，讲这出国进前呢，就爱准备一寡流感的专用药物。下晡台湾感染症医学会就召开记者会来警告民众，讲这药啊唔通乱囤，唔通乱食，才袂出现抗药性。另外，国内大家3钱去注疫苗，据就这疾管署的统计，昨一日呢，就注73000档的公费流感疫苗，目前国内敢若剩9万档尔。民众沿台中市中西区卫生所外围在排队，人真是拖几60公尺，拢是要来注流感疫苗。要出国，用早快注啦吼。嘿，较保险。那台中、高雄一寡诊所嘛出现赶要注流感疫苗的人，早起较无8点多人来挂号。我刚刚打去大医院问，自费跟公费都没有了，下个月要去日本。48岁艺人大 S 市议员最近去日本佚佗，因为得着流感来死亡，引起民众对着流感的惊吓。若赶要注流感疫苗，最近嘛乱糟糟，甚至网络流传有医生建议民众出国进前会当自费准备流感抗病毒的药物。对此，台湾感染症医学会初5下晡召开记者会警告讲，民众千万唔通乱囤药、乱食药，因为一般人无法度辨别家己是毋是得着流感。若家己用药的人伤多，病毒可能会有抗药性，而且若是囤药，可能会影响到需要用药的人。那如果今天大家都囤药的话，会排挤到真正需要用药的人，他会找不到药物可以用。另外，专家嘛建议政府应该参考欧美等先进国家。采购有敢做这等加强型流感疫苗，假设65以上时代的公费疫苗，保护效果会较好。他打疫苗的人，打这些疫苗的人，他的心血管疾病的急性发作，包括心肌梗塞，包括急性心衰竭，它的比例都降低了。那至少我看了很多研究报告，至少都有30%以上。佐剂或是高剂量的一个流感的疫苗的一个效益评估，我们目前还是持续在做效益评估当中。疾管署强调，加做这高剂量等加强型流感疫苗，已经向医药品查验中心 CDE 提案，协助分析成本效益。也若公费流感疫苗，随时注的人国在冲关，全国一天注73万剂。目前敢若剩9万多剂，自费流感疫苗是各有40万剂，民众若需要会当去问医疗院所。记者综合报道。